尽量这个心吼，伊甲分辨啊，啊是无讲，啊你就是咱足亲的，咱个亲情，咱个亲。伊这个心变，伊这个错，啊因为这个所在是地方是，都跟你做啊到吼，拢爱时间，拢爱时间，啊无要紧，做无这做无这，有要做就是讲吼，安尼有迄个来。所以伊这个初时吼，咱个感受，所以今日咱找，咱个感受讲，节目只吼，做些人付出做些时间，流汗啊，这个排刀啊，这节目这是主编，咱拢来感恩，这是咱比较舒服的，咱即摆有到咱去当这个音乐，啊有这个这样好的这个环境，啊这样舒适的这个地吼，咱去使用，啊会当互咱个成就，这拢爱去感恩。所以但是啊，咱坐了下课咧，啊而且伊上个修，哟，咱伊个上个修，咱是固定来去修，有时咯，有时固定咯，有时着的，啊有时间咧，啊有心咧，哦，啊就来讲啊无食饱哦，啊想下，啊无就到时，啊扫涂骹，到运动骹，这拢咱爱去学习的，因为咱若无这个初的工，啊慢慢学习，慢慢学习，咱会唔知，不知不觉。啊，时间去对过去，啊，咱嘛有去成长，咱嘛有去学习，咱嘛有提升的，啊，会可惜哦，啊，这前时阵哦，拢希望讲，咱吼，伫这学习当中，伫这个生活代志啊，小学注意，啊，慢慢累积，慢慢学习，就把咱培养。哦，啊，今日呢，咱这个教授呢，咱比较讲，这个讲师是非常的优秀。啊，伊本身伊咧导向吼，伊咱若捌伊个人吼，啊，你去了解伊人，讲伊无简单，伊足认真咧，啊，而且导向个付出吼，啊，安尼活动吼，啊，安尼栽培即个人才吼，少年的人才，啊，甚至啊，入去去学校啦，因做是要到位。所以咱今仔日应咱到即个庆典吼，会当安排这时间来，互伊甲咱准备吼，咱讲爱做足够的心。啊，所以讲，大家吼，等下吼，咱上课，咱提出咱迄个感恩心苦，我做认真甲你听，啊，做用心咧甲你注意，啊，伊就做欢喜咯，啊，伊会将伊捌的，甲伊学的讲语子，讲语气互咱听，这是咱学校咧听到的，咱同事啦，咱同学，咱应该爱有的即个规矩甲礼节，哦，所以。当然咧，这是三分钟的先讲吼，啊。